各位家長注意啦，你哋嘅時間真係唔多啦，真係盡量喺4月份之前攞到新嘅房證。今日依間嘅話咧就係省級江南2小杏園新區1樓嘅單位嚟嘅，仲有一個東南向單邊，咁受咗陽光啊，真係曬到入屋噶啦。而且目前所處嘅呢個位置嘅話咧，仲要係全鎮送有5個方咧係唔入證嘅。真正嘅陽台位置嘅話咧，其實係喺呢個位噶吓。咁啊呢個咧係馬賽克外牆，仲有眼鏡兩房嚟嘅。成個客廳同埋房間嚟講咧都係光光紫紫噶啦。嗱，太陽真係曬到入嚟嘅，咁入牆櫃全部做好晒噶啦。嗰邊嘅話咧就係另外一間細房嘅位置啦。咁而且依間屋嘅話咧，佢唔似話普通嗰啲舊樓啊，先除後廁，佢係獨立廚廁，仲係兩邊分開嘅。呢邊嘅話咧，7字灶台、管道煤氣已經有噶啦，仲有個乾濕分離嘅衛生間，同樣咧都係帶窗嘅。咁啊總價嚟講咧，仲要係相當之低，只係225萬就可以攞低啦。54方入證，再加一個5個方嘅平台，成60方嘅使用面積噶啦。有興趣關注我團，帶你過嚟睇。